虽然还好啦，就大概应该是都兰最红的粉丝团了，都兰而已啦，都兰哦。然后我不想要就是叫他们什么歌迷会，很奇怪啊，那歌迷感觉也没有那么有气势，你知道吗？又没有保姆车，我都嘛都自己开车，今天还开保姆车了。那我希望他们跟阿美族很像，就是我们的团体啊，是一个就是共享、共难、共患难的那种团体，很像阶层一样，年龄阶层一样。然后我们年龄阶层都拉开头的嘛，所以他们也要拉开头啊，就叫拉铁粉这样，所以就有这样的新的年龄阶层啊，然后也不用很着米熟米，不用，任何他们想要着米都可以。看我的可以借来借去的，如果哪一天张惠妹也需要的时候，我也可以借给她这样，一起哈眼组哦。陈建年在兰屿他需要的时候，我也可以派2个过去，就是也是共享的嘛哈，连歌迷都可以共享。老板，我讲话很渴，我已经脱掉我的那个西装外套了，我可以喝酒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还要讲就是我最近也有一个新的产品，去年跟今年呢，很冲动的想要办一场母语的演唱会，就是2个小时都唱阿美族语哦。然后，但是希望那个规模跟 Super Junior 也是一样的。然后，真的就在台北办了。我们很用心，我们都有派打字幕，有没有打中文？但是因为会阿美族语的实在太少了，你知道打字幕的是65岁的人，就还是有一点困难啊。那还是希望可以然后这样的演唱会实在太特殊了，在台北，而且超过1000多人，我也吓一跳，大家听不懂，还在那么嗨，然后就把它做成演唱会 DVD 了。有啦，我们 DVD 还是有附中文，而且还有英文呢，很国际哦，反正都听不懂嘛。就当做一个国外来的，可能是马来西亚最红的歌手之类的，就买来参考看看啦，可以跟该有的都有啦 ，dancer 啊，大排场啊都有，都是部落的人。